曲奖，哇，有灯海哎，楼上楼下都有的，谁呀？许富凯在10年前参加明日之星 Superstar， 对，得到总冠军，对不对？好，10年后得到金曲奖歌王最佳台语男歌手，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啊！哈，所以呢，正声的场子一定要唱，唱过正声的场子就会得金曲奖，对不对？好，我模拟一下子好了。要模拟什么 ？Q 他出来，人家现在是歌王，对不对？怎么有气势，对不对？那个每次的金钟奖啊或金曲奖，不是说得奖的事，我就很紧张，对不对？想要来演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们演一下好不好？大家配合一下子哦。我说得奖的事，你要许富凯很大声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模拟看看哦。来揭晓了，最佳台语男歌手得奖的是许富凯。我来讲，这种声音哦是入围声音，声势对不对？对不？这才入围而已，人家得奖嘞。再一次，给大家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大家加油！2021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得奖的是许富凯。掌声欢迎许富凯。尖叫声我听一下啊，全场一起。再来第一首歌，会唱可以唱，孙健唱什么？送你到火车头，我头着做你走，亲像长线风吹双人放手着来。自由飞，阮也有几句话，想要对你解说，看是藏在心肝底，较实在。阮也有。简单，只惊等来的是怎吗？想来想去袂当保护着青春梦，青春梦。咱两人相欠债，你欠阮有较多。归去看破来坐坐，较实在。谢谢。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，带我一起唱好不好？来，第一句给你们。楼上朋友，谢谢你们。车头，我头阮要来走，亲像长线风吹双人放手着爱自由飞，不是阮欠单，时代已经无同。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想法，但我是不捌等，脚也等来寻一张空，想来想去人看辜负着青春梦。青春梦，唱我来甲忧愁，我
声是真温柔，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。为了有人简单，一件等来的是怎办？想来想去袂当顾着青春梦，青春梦。不是阮欠打，时代已经无同。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。来，换你们。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。这几遍哦。查某人嘛有家己的愿望。给自己一个掌声加尖叫声！是一个青春吗？谢谢所有朋友，谢谢你们跟我一起唱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金曲歌王。小虎，是你这样主动牵我的手，你会被我加持哦。哦，太好了！你得过金曲奖，我得过8座的金钟奖。哎呦，帮我共顶一下。以后希望你能得8座金曲奖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许富凯哈，今天哈，真是情意相挺，正声电台。好，一定要叫雨珍。真好。小 UK 哈。哇，这素颜。为什么？就素颜。不要羡慕我，不要羡慕我，不要。我为什么说这个？我跟你说，富凯很挺正声，你知道吗？是。富凯等一下赶回台北，在北投还有一场活动。对，还有一个活动。下礼拜还要办演唱会。哦。我跟你讲，根本忙得没有时间，可是今天抽空到高雄来，掌声。对我来讲一定要来。那真声对我来讲就像一桶水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那个种子。从我出道开始，我就第1年开始接触正声，那正声就是帮我浇水，浇到第10年，看今年也拿到了金曲奖，我真的很谢谢，对，也谢谢大家的加持。这窝心呢，你就是那颗种子，它精心的奶水加上去，你就发芽，发芽，它长得特别很茂盛的。希望之后可以更大，更茂盛。对，好，这很棒。富凯今年好得到金曲奖，那个高手如云的，能够脱颖而出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但当然没有发现，因为难免的，我也有那种经验。这个是我要得奖的时候呢，一上台致辞，有时候会很紧张，有时候忘了。他在今年金曲奖上面致辞，该谢的人都很重要，谢谢老师啊，谢谢 Joe 啊，你经纪人啊，谢谢好多，谢谢爸爸妈妈。对，但是呢，一时紧张忘了谢歌迷。我真的要很谢谢我的歌迷，因为呢，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言语呢，我很多都放在心里面，因为他们真的陪着我这10年来，不管是刮风下雨啦，出大太阳啊，就在任何的活动，他们都会出现。所以对我来说，一路有这一些歌迷的陪伴呢，我真的很幸运，也很幸福。然后也谢谢你们愿意听台语歌，最重要的是，请继续支持台语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，哇，这个等于我想睡哈。这群粉丝很坚强哦，花儿枷锁，来楼上加楼下尖叫声。这一片我刚刚看过去，你看这些姐姐们蛋姐，很多英英姐恭喜你同学，这边同学，你有同学你是别人的哈？我这边外大哥大姐，我就不相信。来，喜欢许富凯吗？尖叫声。人家大哥大姐也会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么我先。哦，这是冈山这个忠孝里的，对不对？你好。这个小林同志啊，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来，继续好了，继续听富凯的歌好了，对不对？本来还要请徐慧讲心情，但是他很多话要留着下礼拜6，12月4号，他要办什么？在哪边？你不要下礼拜跑到最棒的场地正宵科大来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在台北啊，有机会一定要回来高雄再举办演唱会，跟我们高雄的乡亲见面。没来，雅家去我的话题。这边有很多长官贵宾哦，我觉得高
高流不错哦。高流我那个开幕的时候我有去唱，对，真的很棒。那其实高雄有很多很棒的舞台，我基本上都有唱过。那真的也要谢谢这些歌手有这样子可以唱歌的地方，很谢谢。你要唱高雄的那个巨蛋之前，现在郑秀唱一场，把球送给郑生，好不好？好，答应我，当暖身嘛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好，继续的把时间交给金曲歌王许富凯。谢谢带来这一首歌，我送到前送给大家，跟小朋友一起唱，谢谢。对啊，我嘛是高雄人，大家知道我是倒位人无？啊，我第三人对啦，好啦。犹原是路雨夜线陪你行，想当时行斗阵，两人相爱。情海是多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流浪敢有脚纸，无水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我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谢谢你们。再用我们最热情的尖叫声跟掌声，谢谢我们今天的乐队老师们。犹原是路雨夜线陪行，想当时行斗阵，两人相爱。情海是多变卦，目屎像雨声，流浪敢有脚纸，无船线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我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这阵雨水是注定。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手纸，你若无心来牵拖。送你送到这，雨伞予你行，我头是阮的孤单。我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把你们我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，一段感情放雨伞。
英王歌后吼，歌后都要唱歌的呢，真正哦。真正足感谢大家今天来到现场听阮唱歌，然后呢，也要谢谢我们真正的董事长，谢谢，然后再来谢谢很多的长官，还有我们徐志杰立委，真的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首歌是我伫疫情这3个月写的歌曲，我自己的创作。对，有很多的人可能呢。已经离开了我们，甚至呢，有的还在我们身边，我们都要好好珍惜。那对我来说，这3个月呢，我写了这一首歌叫做《我家》，这是要写给曾经在歌唱这条路帮过我的，不管是我自己的亲人，或者是说业界所有的每位前辈长辈们，有他们的支持，我觉得才有今天的许富凯，甚至我的粉丝一样。有他们的支持，也才会有今天站在舞台上的许富凯。所以这一首歌《我家》，我想要送给在座的每一位朋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年轻人，如果在外工作的，请你们每一天打一通电话回去给自己的家人，跟他们好好的聊个天，然后呢跟他们聊一下近况。我相信，有时候电话也是一个最好的陪伴。带来这一首《我家》送给你们，谢谢。谢谢。我爱你们，谢谢啦。你们要叫也可以的，继续叫。尖叫声！当我用影，予窗外的风吹散，白色的花间，犹原搁在伫遐。同款找着迄丛无声的牵挂，这几年开的花，拢是思念的形影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。定定在笑脸，离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你离开了苦海。请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。当初一份开价。藏伫心肝，你是毋是离故乡等待我？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。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予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。心肝，感谢你牵着我偷偷行。门口的孤单，纯粹我甲你作伴。想起着较早，你拢是坐伫这，定定在笑脸，离乡的囡仔，望伊的身影，紧转来甲你看，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，请你放心。我会好好照顾我的生活，当初一份开价，藏伫心肝，你是毋是伫故乡等待我？已经离开，离开了苦海，思念无声，我有话想要讲。你听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。
会伫故乡等待我已经离开了苦寒，思念的声唱出了牵挂，总是有一份感谢，藏伫心肝，感谢你。一直将我惜命命，人生有你，我是幸福的囡仔。日头若落山，就会想起看着我的名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非常谢谢金曲歌王许富凯，他还要赶车哦，还要赶回这个台北，然后还忙下礼拜的演唱会。许富凯。一切亲像在梦中，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无再想你，凄凉的暗暝拢有打失你。我来离开，也想着心伤悲，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，我的天啊，我的命，今夜我再想你。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无再想你，你的声音我心去迷。无缘的无论伫倒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拢知影你甲我已无缘，我的天啊！这个掌声加尖叫声不是给我自己的，是给我们台上所有的乐手老师的，耶！也给我们正声所有工作人员再一个热情的尖叫声加掌声，好不好？我在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
想着心相依。